咱观众朋友都讲过，只要继续收听起价国际，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国际新闻有2件。第一是布基纳法州宣布让你团购，第二是川建会宣布取消，2件事情都是错案部发生的。香港地图牵涉到的4个国家，其实都每年呢强者主题也拉强者国家有关是中国。到底有哪条大地你特别注意的地方？今日的节目地图为大家绕场多的是你的老朋友庄国生庄教授，告诉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现在你年代都蛮多1-2年以前看到多米尼加团购，你该时间是开始都在想讲啊，係咪可以搞記到之前講嘅骨牌式團購嘅開始嘅？你是有啲想講教廷梵蒂岡係咪係行呢集？啊，前幾年你看到美國嘅參議員共和黨嘅 Marco Rubio， 佢講哦巴拉圭同佢關係有冇問題呢？結果一下你才發現布基納法索，變咗你對三太子、非洲、南美洲、有歐洲都增長1隻邦交國，你睇你所有嘅邦交國加起來18隻，你數說你有史以來清少嘅。第一件事情告訴總體嘅蠻看。第一啦，就台灣吼一種團購對按你嘅國際環境來講，可以講係一種講書名也可以吼，講係常態也可以啊。大家觀眾朋友假設有印象，就會記得從推出聯合國1971年開始到以下，可以講主要嘅國家個一隻就搶搶。因此以下乜嘅國家就有可能同台灣團購，就講邦交國之中啦，吼，並冇乜嘅特別意外。即係人也不必去接批嘅對話，因為世界上嘅主要國家，泰國、美國也好、英國也好、日本也好，就已經撤銷對，就已經即係撤銷對啊！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嘅承認咧，實在不能講團購，講撤銷承認。你主要國家就已經撤銷承認咧，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北京嘅政府係中國唯一嘅合法政府嘛，唔係承認台灣係中國嘅唯一合法政府。所以任何國家佢就有充分嘅理由講啊，就係停電泰國。停電主要國家，或者係停電聯合國，都一種情況之下講，萬人離開，係你萬人團購，萬人即個冇對台灣講冇講討議，我知道就這批來講對佢就唔係非常公平，因為係開國呢國際環境嘅限制啊，因為人哋台灣不管用，人都國際間係呢以中華民國為名稱嘛，都按呢憲法，係呢歷史上來講，係呢因為講按呢一個中國嘅唯一嘅合法政府，都一種情況之下，我想都聯合國一個部分，不斷呢有多國際組織，就證明講一種主張，至少到現在冇辦法本國際社會嘅主要嘅力量接受，都一種情況之下，所以主要國際組織人就冇廢失。最近大家提到一個世界衛生大會也認唔得，聯合國更是不必講，其他黨組織就認唔得，所以對一條中小型嘅國家，像人哋邦交國來講，人都國際組織啲都冇辦法聽數嘅條，點都係人希望嘅條都國際組織啲都聽數人，所以變到個人要求而家條話，唔係嘅條要求嘅人。唔過你時代下有演出啊，你有農業團啊，有。學生啊，做啲教員，本期啲學生拿獎學金來讀書咧，對哇？亦就係問題嘅核心嘅所在，就係講，冇查人對佢有演出，但係一種演出喺中國也非常容易把佢取代起嚟。亦就係並唔係講必須嘅，喺中國伊容易代替，譬如講拿前門嘅條建設啦，或者係留學生嘅教員等等，一種中國非常容易可以提供啊。呢一點我做咧同意，不過係呢點像草案部，你談到總統開記者會時，佢啊特別強調，當到你啲韓老你維持關係有幫係理念價值來你強用嘅，你嘅理念價值乜嘅，當然係民主，當然係自由，你喺中國冇法度代替嘅啊，呢一點唔係重點。一點當然民主自由一點中國冇。大家就知道，所以講認同民主自由嘅國家，佢當然同中國嘅理念就也同台灣近，也係事實。不過問題係乜嘅？問題就係中國一般來講，佢也唔會特別去干涉一條同佢建構嘅國家嘅內部嘅政治制度。因此同佢建構嘅一條國家，佢內部實行乜嘅制度，中國一般來講唔可以去干涉，所以佢當然也冇能力去干涉啦。所以另外一個理由就係講，民主自由當然係重要嘅價值，大家就同意。但係世界上主要民主自由嘅國家，就剛剛講過嘅美國啦、日本啦、英國啦、法國啦，
基本上也已經等於係承認全部承認中國了。所以民主自由一件事情對台灣來講，係一個重要嘅資產，但係並唔係唯一。係你絕對必要嘅，必使其他國家不得不承認台灣，而唔係同中國建交嘅關鍵嘅因素，做唔到一點。你阿位我進一步請教教授是講，係講從教授家一開始老觀眾朋友老你來討論到嘅，係講你係你用中華民國呢個名嘅，而來對國際上來交朋友，你嘅上名，因為佢哋你係過承認中國嘛。有一點你要來討論是講，問題講。之前也係愛嘛，唔看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馬英九總統，每一擺團都衝兩擺，按價按厲害，衝你下100年以內團2隻。蔡英文總統用2年聽前景一樣慶祝求職2年，是團的4隻。有一點籌備總統也講到嘅，你老主要泰國嘅關係啊，像教授特別強調啦，泰國從美國開。唔是安好，然後日本也唔是安好，其他人改名嘅，按照交流協會、日台交流協會，係咪變咗？你老幾個主要嘅亞太國家，尤其係主流國家關係越好，然其他你邦交國嘅關係會變到越危險，因為中國是冇主風。一點可能按兩方面來看吼，假設講同主要國家關係唔好，係咪顯得很多國際上很較弱勢？按你講，按維持同邦交國嘅關係，我哋較簡單冇。我想唔會，所以講中國係不管用啊，佢就愛對付嗱人邦交國，一百幾百隻，只係講幾個時機方面嗬，某個時候釋出一啲時機嗬，我知道可能同你外交其他方面嘅發展有一啲關聯。也就係講台灣一擺世界衛生態位，相對以前來講嗬，係較弱一啲。係啊，即係比過去來講，得到主要國家嘅支持，係比以前來得較多。歐美也發言啊，美國也發言，日本也支持你。我想一點對中國來講，面子係當無看啦。但係對中國來講，面子當無看，佢當然就把佢嘅種籌碼、佢手段就拿來使出來。但係這種團購也好，建交也好，唔好講係一定要人為決定啦。在不僅那發說係做事有小頭看得出來。所以換句話講，其實在做可能就愛離開嘅啦，只係乜嘅時候離開，你看時機。你莫唔記得去年從2017年1月係談到記得嘅外交部長直接是對外講，中國拿500億美金，而且我哋來記得建交，你唔可以因為錢，是來記得行強下，愛放棄你中華民國500億美金嘅，嗰時係談到過你講，你阿國家樣得3億美金停，意思講根本佢冇可能，唔係有樣冇樣，他按到成起寫嘅。咁聽伊既然條設計都講冇味道錢嘅，而你下多係有味道嘛？啲500億美金啊，上絕對係不可能有按到啦。中國不管怎樣，吃台成家啦。唔講演出貴嘅費租，佢也拿唔出500億美金嘛。500億美金係非常多嘅數字。而且唔僅然本嚟500億美金，特別唔天然也下一本500億美金，因為國際演出就安尼吼，本多以後吼。唔在本少，人家知道你非常嘅對我不友善啊！你從來就唔是本哥嗬，繼續說呢。而家本哥一到嗬，下一到行得到，下一到至少半年較少啊！冇發人家知道講，哎呀，你咩對我有乜嘅意見？所以援助其他國家嗬，就同家主持人講啊，當消息嘛，你聽到量力而為，所以講你啊，所羅門咯，你拖9億，你到底愛賠啊，唔愛賠？而家變咗兩難。9億嗬，可能假設講9億台幣嘅翻嚟上。就外交來講，應該用外交嘅考量。不過我想9億應該係有嘅時候啦。我想政府應該對呢個9億來講要9億嘅考慮。因為預算也不止9億啦。賺到不止那把數，其中咪去年外交部長講唔會俾到錢來你團購，你還要團購，所以唔係錢。我知道錢可能係一個問題啊，但係要呢個國家佢也唔係完全俾到錢，因為佢建交同中國建交呢個國家並冇拿到錢。並未完全拿到錢，對國家來講當然重要，但係呢到時候佢可能都有國際政治方都有這種嘅國際事務方其實有中國嘅支持。譬如講台灣，因為很多國際組織完全冇參加啦，所以當大家對一件事情非常嘅不熟悉。但係不管樣板嘅國家佢只要喺地下國嘅肺炎，像
布基纳法索，佢當然係非洲團結組織嘅會員，嚇佢係當到世界組織嘅會員，雖然嚇佢看起來經濟唔係發達，嚇一種人口也未到，但係佢就係國際組織嘅會員，所以佢會同佢係鄰國啦，其他國家我要當到相互之間嘅關係，一種關係哦，嚇有啲時候都國際會議、國際組織喺度，我上漲咧，喺佢上漲嘅時候，佢當然希望他嘅國家來同佢聽數啊，同佢講話啊，投票支持佢啊。一點來講，只會中國絕對嘅優勢誒。你也是麻煩誒。中國咧，外交部長王毅陽講，9月咧非洲論壇，佢希望全部嘅非洲國家都在企到中國去強化。意思係講，你哋喺非洲點咩事？史瓦帝尼年代很多史瓦濟人，係咪連改革有困難不着？佢中國當然希望全部消失，這是最後，完全消除啊！一種對中國來講，佢外交上講嘢，佢可以認為係一種勝利嘛。而且中國實際上對啊非洲事務嘅經驗，不止係講拿錢去，我同大家觀眾朋友報告，佢對其他國家影響力不止係講拿錢，不止係只有投資。假設講係只有拿到錢、拿到投資嘅話，佢全世界所有嘅國家就冇其他關聯嘛？你講菲律賓同非洲有關有外交關係，當然也有啊。但係你講菲律賓有乜嘅實你講拿一度錢去幫非洲？我想一般至少公開資料係冇。但係做乜非洲嘅國家同菲律賓建交咯？因為從一位國際會議，大家係有合作嘅空間啊。大家要相互乜嘅事情我支持唔支持我，乜嘅事情大家共同來討論不分係地理位置。所以多一點來講唔多一國際組織啲都有一啲灰色，有一啲錯位就好像唔獻計樣啊，講嘅佢較唔出用適當嘅比喻以前台灣嘅獻計當到嘅獻計係要賣票嘅行為啦。但係佢有些人做乜同賣票，而且咧唔係一個呼吸，都一個地方查同賣票啊。係啊，你連呼吸都冇資格賣票，你做乜嘅？呼吸冇多人冇獻計嘅資格同佢同賣票做嘛？拿咁多錢，冇意思嘛，那就大送錢啦。所以除了外交哪一點到中國為你有關嘅是為你人，我想請教，都可能係先生都太好告訴你，你有可能有寫我多時間愛都太好。我要請教你下，大家見講人才流失喺台灣嘅國安危機，中國有前面你一定從人學體不以為去中國態度，有前面你有博士學位嘅太好嘅先生都對我去，呢件事情係咪其實係拿你嚴肅來面對？我知道一點主要係一種統戰啦，因為對中國其實年輕人生涯問題、潛投入嘅問題也當嚴重，並不係像大家想象嘅，就係講佢嗰邊投入非常多千萬人，反而有台灣嘅人聽數去做事。中國嘅窮苦人口係有3000萬以上嘅。窮苦人口是更加不必講，就連一種太好變業成到中國呢一種嘅生業率也不比台灣較大哦。給大家知道，也係事實，從這條7個公布嘅數字也承認啦。而且這條內部來講，係一位人才，當然係以熟悉這條社會嘅為主啊。台灣呢啲人總是都這邊讀書，能夠從這條人樣按熟悉這條社會嘛，我想唔容易。所以不管樣嘅6、7人才，對企業對公司來講，係以菜體嘅人優先啊。台灣嘅人，以後來講完全係一種政策性，吸引大家去。讓大家知道講，或者中國係相當好，而且實際佢吸引啊台灣嘅學生去，並唔係講真正希望台灣嘅學生做嚟乖接批一種台灣嘅教育，而係希望話，一到台灣人去拿到中國嘅學歷以後，台灣嘅政府就必須要承認中國學歷咧。佢重點係咧希望佢會承認中國學歷開門，佢承認咗中國學歷之後，我同大家報告。佢台灣人有中國學歷的較多，係咧中國人有中國學歷的較多咯。當然中國人，佢當然中國人咯。所以佢開放咗以後，佢一啲嘅人大量嘅入來，一種嘅牽頭嘅人口嘅一種嘅移民替代嘅作用，就會行較強。唔過承認學歷一件事情，本來又係哪一件事情啊？但係唔只係承認嘅學歷以後，因為一養起來不管樣嘅，你透過一種婚姻嘅方式，一種依親嘅方式，我想數量已經非常之多啦。因為現代社會唔不能限制講，本國嘅人愛同外國人結婚，係咧同在中國大陸人結婚，冇辦法限制啊。所以其實目的係後背兩件事情。後背目的絕對係安尼，台灣嘅教育辦到好冇，對佢嚟講並不重要啊。好，當然能夠利用一點，連帶對台灣嘅政府有啲嘅批評，講大一點也係支持度，叫做富態也冇乜嘅冇。但係大家注意到馬英九執政嘅時候，
照理講，嗰個時候佢較無需要去批評馬英九嘅政府啊。嗰個時候叫引來台灣嘅學生冇？有啊，是開放本嚟，而家要讀書啊。強樣咩引來台灣嘅學生，引來台灣嘅老師啊，只係講宣傳方哦，可能你嗰種嘅態度較無強樣。而家不斷咧就強調講，台灣嘅教育唔好，所以大家就愛去。但係馬英九嘅時代就講，大陸要發展，所以大家愛去。一種嘅立場角度吼係冇差別，有啲差別。你看到教授問你小個，到底台教嘅衝擊，係個做乜嘅中央工作？嗱，你學生嘅事情嘅問題之後，哪一隻國際焦點？兩禮拜看到是春天會有取消咧，對貴家國際求學發展，我就哪一條影響？先聊一下，然後接上來。香港做到討論嘅現場，上半場你看到不見得合作，你台教係講因為利害兩岸關係，台教係做啲具體嘅。不過3號嘅兩件事情，大家看到冇做法，所以過去呢2年之內，漸漸嘅態度嘅變化。年代你看到佢轉型嘅，哇變到人安好咯，文采英壓數哦，兩沙飛談嘛，佢講啲人完全冇叫我從年代從人係反映叫我變到追求和平嘅人。冇想到你係要變出嚟，其實講佢有可能會刺少，留競爭留川普嘅見面，冇想到川普想到中秋係先下數為強，其實初版安部宣布講蔡英文可能刺少嘅。呢件事情規則變化有冇變樣？告訴你們看。本來競爭然後都最近來講，佢態度就有啲嘅轉變啦。啊，不都要幾下禮拜以前佢就。我佢初版不一樣，炸睇一炸核市場不太敢看咧。但係佢就立場就有啲變，譬如講完全我應該要求我廢除核子武器吼。利比亞式。吼，按呢對我來講，佢並不贊成。然後佢又開始又把嗰種佢本來一同南韓在飛彈一擺，佢又把佢延後。所以個大家就知道講，佢係咪有所變化？後來呢？佢要做一比下佢比到中國，嚇，去到泰聯，嚇，同樣習近平飛談，我想可能習近平都中間嗬，要本佢約咁嘅承諾，嚇，變成講佢知道後台行較硬嘅嗬，因此佢就對美國提出更加強硬嘅條件，嚇，結果美國不能接受，嚇，所以總統宣布要談判暫時停止，我想一可能性係最高，只會講佢要去中國答應本佢承諾或者係支持，讓佢知道哪些條件行較好，所以佢就開闢美國更強硬嘅條件。從兩方面來看吼，到底呢一擺見面係競爭面還是要美國，亦係川普還是要北韓？一開始哦，當然係競爭人較需要美國，哦，一點係非常確定，因為嚇佢需要外交嘅突破，嚇佢需要經濟嘅演出，嚇佢需要擺脫中國對佢嘅控制，嚇一點係。佢想要擺脫中國，問題佢前喺中國兩擺咧。一點中國當然非常清楚，所以中國當然想辦法吼，用辦法搶佢去到中國，而且我知道一擺中國吼，可能就同佢講吼，大家就知道人心態都上馬嘅。佢上馬嘅，攞美國警告。第一外交突破，嚇，第二嚇就係完全要維持，嚇不能俾美國發動戰爭，嚇，第三就係脫離中國嘅控制。我想一擺中國吼，可能不惜承諾佢講吼，不管以後樣嘅吼。絕對唔會想要控制，啊！我見你遐做嘅事都該控制佢啊，因為佢年代喺度川普見面咧，佢講了以後，其實唔留川普見面，你係咩一種形式嚟控制？所以台灣啊，像中國一擺付出動態嘅台灣，就會講希望不管樣嘅吼，一擺先冇同川普見面，保持人嘅自主性，而且支持伊個外交，大家知道中國係能可以影響人嘅形象，唔再做一個面子。本全世界看就好，佢做嘅，佢做嘅，就講因為全世界吼知道講中國最重要嘅 TV 就會可以影響北韓，假使中國不能影響北韓嘅話，對美國嘅影響力就會降大。所以之前大家看到，真正冇乜個睬中國咧，嚇同韓國飛談，美國馬上拿出貿易戰，就表示講，是大中國，中國對北韓嘅影響力假使降大，美國馬上就會對中國強硬。好，也係啲蹺蹺板樣，所以中國就一定要重新恢復佢對北韓嘅影響力，真可以影響美國，也係中國嘅算盤。
佢最後嘅條內部達成嘛嘅交易，佢當然以下大家就唔會講。但係中國知道講亞對北韓嘅影響力咧一種重要性吼，係佢對外戰略一個非常重要嘅籌碼。因此不管樣嘅吼，製造一種影響力嘅現象，不管拿物質出來，還是拿實質出來，還是拿外交出來，一聽到讓全世界知道講北韓係會受到影響，安尼佢真有辦法同美國拿出籌碼。哦，事情發展到呢下吼，咁係暫時唔知沙下來運用萬變，係咪有可能係正式要見面？誒，你係唔知。抽離下來看，習近平，還有文在寅、金正恩、然後川普，馬啥贏嘅，馬啥輸嘅，馬啥得到下度。我知道川普佢當然可能，本來知道會贏吼，但係而家看起來冇贏也冇輸啦。我見冇輸。因為北韓吼一種過去來講要反飛嘅這種事情沒睇得到啦。吼，佢對美國翻來覆去，出爾反爾也沒睇得到，而且不管用嘅原則總係拿轉三幾年。哦，所以川普唔使除非下次係彈弓下呢件事情。所以川普基本上來講冇講輸嘛嘅東西啦。當然，吼面子吼唔係用嚟好看，因為大家知道啊，要飛談係當好，但係不管用嚟飛談也係真正先提嘅啦。所以，吼川普可能冇贏冇輸，佢中國算贏。中國算贏，因為不管用嘅，哦，一擺看起來北韓。講佢時代下唔啲付出嘅幾多？當然時代下付出，不過代價就同人家前面講嘅建交一樣，吼，中國嘅外交向來面子重要，實質可以再談，反正佢冇民意嘅壓力嘛，佢內部搬幾多錢，搬樣嘅演出，佢絕對冇差，然後，好，真正最輸嘅可能係韓國啦，吼。文在寅，因為做乜嘅呢？因為一派談判失敗以後，吼。好，啲美國切都會爭議嘅韓國講，佢可以同談。誒，你話啥？見面看到暗貨咯。但係佢不能同佢談，佢只有一種可能，就係人立場同人立場冇相樣。哪一件事情有可能會影響到你啊？我想當多啦，吼。比如講，未來講要正式嘅安排，統一問題。佢統一問題，佢當然也就統一方面，佢也冇乜太意見吼。但係統一後有安全問題。好，我知道一點可能，就係美國知道有意見講，佢可以同談。佢不能同佢談，特別係啲立場冇相樣，佢哋立場咯，可能就會對啊，你未來美國對啊東亞一種嘅軍事嘅安排。啊，美國並唔係講100%一天一百嘅軍隊變喺南韓，嚇一同大家報告，絕對唔係安尼。嚇，佢軍隊過去仲多4-5萬人，而家存到不到3萬。特別講佢也唔係不能調整嘅，但係美國對啊軍事方面嘅調整，嗬，嘅前提就係講，第一一定要按美國自家主統。不能俾一啲其他國家所影響，嚇！就算一俾其他國家影響，假設講而家南韓嚇出動100萬人示威遊行，講啊，撤退啊美國退出，跟下尊重人民意啊退出也 OK，就像以前菲律賓一樣，嚇！以前美軍到菲律賓也有基地。我見到話弗里安多拜，美軍係冇啫喎。要變細，要縮小，然後要得會辦啲關島，嚇！佢慢慢地越來越細。所以普天間該算係美國有用鋪。好，就係講。我改變啊，猜拳嘅這種決定吼，也做得，但係吼必須按讓全世界知道講，我係尊重當地嘅民意，不能講我係撤出軍隊係因為共產黨嘅壓力，安尼我就全世界我要把個面子可言。所以以下來講，一明顯就會講，美國都即係南韓嘅軍隊嘅部署吼，不能被北韓所影響。但係一看起來吼，文在寅係咪都一點唔冇同佢完全講實話？當然係啊！因為佢可以同談到暗號，但係佢不能同佢談。特別講第一，你答應佢嘛嘅？唔係咩答應佢嘛嘅？但係答應佢嘅東西係捱一天不能答應嘅，所以佢也唔可以拿來同佢講啊。難怪。假設佢可以同講嘅東西，唔可以答應佢嘅東西，佢也因為美國話答應，佢就同佢談咗，佢就拿來同佢講咗話，佢唔敢拿來同佢談，可見的佢絕對一啲都。佢同談嘅東西係不能同佢談嘅，佢一天咧同埋美國嘅利益有衝突嚟嘛，嚇，所以講你喺韓國同美國之間嘅互信關係嗬，可能會有一啲影響，一點就會真正嘅非常嘅簡化啦，但係嗬，亦係動厲害嘅地方啊。講到動厲害嘅地方，你也有啲咧小利嘅，是講，你也對東亞嗬。年代你看到了三啥？韓國嘛，佢爭取諾貝爾和平獎嘅提名，你亞莎變咗之前嘅時候，啲全部是派國防部出來講法。美國是講唔派，你啲下部署好嘅，係講金正恩殺落嚟，要乜嘅核試也係講我殺飛彈嗬，你阿伯唔可以俾好看。意思講從年代當火內嘅氣氛，而家變咗要
剑拔弩张，变到动竞中，沙雷发展有可能有哪条线程？一下接下来当然吼，真正有2个做法咯。第一就会佢恢复過去嘅做法，吼，含你對抗，含你金沙飛彈，佢當然就一切從過去到一下一切得到嘅好處，回到原點上就等於拿，係啊，吼，但你不管用嘅中國嘅片種嘅拿到東西，好，所以係佢一種做法。但另外一方面吼，佢也好奇問下，中國敢想要看到沙雷真正係變做安樣？我知道，但係對中國嚟講，好處較大。所以，因為真正很不變吼，佢就飛到完全飛到轉到過去。美國再讓人唔舒服吼，佢也必須要求中國，希望中國去壓制佢。好，佢真正呢個人當然係流氓，不管用用乜嘅流氓，佢也冇改變，對，佢冇改變嘅，所以中國嘅 TV 會提，所以